典师，阿兰称典师，阿兰蔡典师，阿兰主席，高高领领副领领，咱的厂长，丰收大吉，大家早安。副总统早。今日非常难得，是咱爱上甲好成的一个征战班。咱讲的就是青少教育班。迄个征战班是一个较低课位班的提升意志的一个班数，叫做征战班。咱今日大家会当坐大车来参与到这班的征战班，这若要甲讲起来是非常的难得，因为今日咱邀请是咱宝光医生，宝光医生咱早对人看过，这个宝光医生，那王前人的一位典师，伊来自于台北，那会知影透早就对台北。甲伊一寡人才，就开车，开3点外钟，来到咱这个所在。为着要甲恁讲这班，这时阵咱讲起来真辛苦，所以咱嘛非常感恩。不过呢，因为咱知影，咱的蔡点文书，伊是一个宝光玉山的资深的点文书，过去咱来咱议和。麻烦咱人爱上，其实过去我来讲三好相反，这个道理。但是今日要来讲，就是要讲叫做专业。要来讲叫做专业，这个专业是足重要。什么叫做专业？专业咱用一个较简单的解释。显盖，叫做显盖。什么叫做显盖呢？因为咱一件代志，咱咧想，拢个想法足复杂，无单纯。咱讲起来，咱的思维叫卡条，卡条未转就产生一个莫大，叫卡条咧。这个莫达叫卡条咧，这个莫达会当咧，这个莫达袂当，啥咧叫卡条咧？因为伊内底就是因为细线，这线啊，古文用叫卡条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莫达已经有出问题，所以这个莫达伊袂转。若袂转当中爱安怎？当然啦，生线卡条咧，咱会当用油润滑油，用油。来甲伊润滑，这个马达会当运作，所以咱这个显盖这个物件，咱这个专业这个物件是何等的重要。六祖慧能甲咱讲一句话，伊讲：若能转处不留情，还心有处那家境。若能转处。若能转处不留情，还心应处那家庭。什么转处？就是讲你是思维中的内底当中，你转会过，但你无代志。还心应处，就是还你对一个处所，无你对一个环境，你拢叫做大病。袂因为一句话，袂因为一件代志，你来卡掉咧，因为你无法度。人去接受这个物件，你没有办法善解。不过呢，这道理要怎样讲呢？咱同学用安尼来比喻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一个太太，伊一位先生去娶，伊讲阮这个翁啦，回来啦逐日就来啉到水拢忙着啦，就来要打黄鸡。看咧这个当中过得嘛，真辛苦，是这个家庭。
毋过呢，即个翁婿甲即个太太，袂当谅解到先生即种的动作，有一天就决定要甲伊的先生离婚，决定要离婚，就离就好啊，世界的人就离就好啊。毋过呢，伊决定即件代志，伊决定好。有一日的当中啊，到刚迄日的时阵，伊有一个闺蜜，闺蜜就有一个朋友，查某朋友，伊一个翁婿，讲发生车祸。伊讲我今日若来甲看完倒来，就对户前来要讲迄翁婿离婚。即件代志我嘛忍了真久啊。毋过的当中，伊去了后，看到即个闺蜜的翁婿。一支脚拖吊伫看风中，一支手嘛吊伫看风中。因太太伊就始终目屎了目屎滴，带咧甲照顾，咧甲关心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迄个太太要离婚，迄个太太那还有想着讲，我今仔日啊，上我闺蜜即个翁婿，一支脚吊伫看风中，一支手嘛吊伫看风中。而且生命在等息，那安尼我毋是比现在我即摆较艰苦吗？阮的翁婿搁会甲想要甲拍，想要甲骂，因即个太太，因即个闺蜜太太已经袂甲拍，袂甲骂，伊当时有转一个念，伊讲我即个毋是会稳的，我即个都有迄个还可以啦，还能够用这种念头来做一个转念，所以咧，喺做迄个转念当中呢，你本来去卡着即件代志了后，你有一个善解，你有一个善解，你有一个转念，你有一个转处，你有这物件，你见到这物件无？你见无这物件？所有代志，今日就是不行，就是卡掉咧，卡掉你听无？卡掉换咧叫做接，叫做直，接换解释叫做啦，叫做主，叫做主调，叫做主调。迄个主调换成解释叫做卡掉。所以呢，过去佛陀伫《金刚经》第14分甲伊讲一句话，伊讲欲菩萨心自于法。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即不能所见。欲菩萨心不住于法，行于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众有色。这个是哪解释？这是一个有助，一个有助，一个有助，一个叫做哪？一个叫做无助。这有助甲无助，敢差者？这叫做有主中，这叫做无主中。头前我要甲你讲，伊讲你是一个菩萨哦，你的心自于法，你行布施，甲你讲嘅，你行六道也好啦，行一切法也好啦，甚至咧度人救人啦，做善事，你一样看袂，永远记伫这个心的内底。我今日度几个啦，我今日做偌一善事啦，我今日讲偌一道理啦。我讲偌一些物件啦，还是我拄着物件，我伫咧家己迄个心放袂下啦。欲菩萨哦，心自于法，有自法，如人行于布施，就是讲你自于法，行于布施，你做这六道物件，甚至做一切法的物件，伊甲你讲，如人入暗，即不能所见，就参像一个人。有一个暗色的内底，即不能所见。简单讲起来，咱咧修的都是修千面刀，即不能所见。但是第一句话回头咱甲你讲哦，欲菩萨心不住于法，这个叫做无住，不住于法，行于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众有色，就参像一个人目睭，上日时日光明照。你见众有色，你一无了解，你咧修光明道，但是因为你咧修光明道、修前面道，住伫倒一个所在，你有执着，甲你无执着的物件，有执着，咱的解释叫做卡，
法，咱受袂欢喜，咱受到遮济问题，敢是外口？毋是外口，拢总是咱家己这心。所以咱像即句咧讲，缘起无好歹，好歹在人心。因缘生活的物件，绝对拢会过。这片乌云遮多过来遮，对不对？敢这片乌云永远停伫遮，有一日这片乌云会飞过，敢是？啊，若飞过乌云，若飞过了后，是毋是就天公明亮啊？我即摆做作比一条路，你感觉这条路行坎坷吗？这个歹行的路行袂就好行，敢毋是安尼？你若去当时去迄个。咱要拖咧，啊，行伫风港遐一个缆花，那迄个缆花要行到过迄个缆花，逐个要行过头就摸咧烧，伊是98万。迄过人就行到迄条路过尾啦，无土啦，无掠土啊，吼，迄工做够，迄坐车嘛后坐迄款，就是甲人讲起来就是讲会看咧坐车啦。通常啦，一般顶的人，吼喊伊对40分过。迄条路较离40分过，头就掠土啊，袂到半路掠啊高桥啊。迄什么物件？迄个路就是因为迄段路40分钟一定爱行过。毋过，甲袂去到花莲，花莲拢总会行即个坎坷的路，拢会行即个高路。无，因为伊即个40分过路无好行。我即个道理咱听有意思。人生来到即个世界，什么也无坎坷。什么人无面对？毋过我请问，你拄着坎坷，你拄着面对的当中，你惊会过袂？袂惊得到咻咻叫，袂惊到哀哀叫，袂痛哭流涕，袂悲会跳，敢是安尼？毋甘愿。毋过这个甘愿甲毋甘愿，是因为你家己做的业，迄叫做因缘成法。因缘你家己做的业，无别人甲你做的业，所以咱当一句咧讲安怎？自作自受，敢是安尼？自作自受。所以今日含你所有因缘，拢你做来的物件。毋到《道理金刚经》的第10分当来讲，你依报甲正报这两项。依报是依住你肉体之外，这叫依报；正报就是这个肉体，这种是一个福报。有福报，你的依报甲正报足好；无福报，你的依报甲正报绝对袂好。是安怎讲？迄个物件有带来即个福报伫咧。毋过呢，咱今日去知影，我依报太差歹，我嫁着翁太歹，我娶着太太太无理想，我生着囝较有浪漫的，我生着囝遮高，我甲你讲，生着好你毋免欢喜，生着歹你嘛免伤心，这叫做自作自受。你要用着平等心去甲接受，这样讲，你若有平等心甲接受，你来当全力做善事，我度这个过去，因为我面对着过去，我面对着过去，我做的业，所以有阵时咱会做唔甘愿。我不知道上面先甲上一个，我的命是前世人是拢我的青刀换的，啊我一世人的命太差歹，啊我生的囝太安怎，我的孙仔嫁安怎，我嫁某，我娶某是安怎，拢是这物件。但上面先甲你讲袂正确的。上面先来讲袂正确，像我用药的啦，然后药就好，够准就对，啊药无对咧，好药无对治得了安尼尔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生内底当中，家己矛盾家己去听无，唔知讲你今日所做的物件，为这个世界你面对着的物件，你会接受，啊你会接受，你敢会使袂接受？无接受就你无甘愿，无甘愿，你会坎坷袂？你绝对袂通苦，你会有痛苦。所以今日咱修行过来到这个世界，过去无了解道理以前，也许咱今日有很多的执着，有很多的不甘愿。当咱今日了解咱个修道，咱个办道，咱今日了解真理的法界了后，咱知哦，一切的因缘成法的物件，毋过呢，这会过，你若行过。你会食到80块，你若行无过，你会过得足痛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当中，咱今日嘛，食咱蔡莲师啊，咱的主身的王玉山蔡莲师，今日讲的叫做专业，啊专业过，
茫天天有咱卡条咧，那安尼无才调听这课，安尼讲调意思。哦，要听这课当中哦，迄若专题咧演讲啊，迄一场无2000块、3000块，你无当伊听。我无骗你，但是今日咱会当对台北，甲请到咱蔡田老师，把伊一生的精华、一生的智慧，来奉献到咱大家。这嘛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缘。而且当中咧，咱我去接待了咱蔡田老师这个时间啦吼，最后将咱今日31号这个咱的青少教育跟咱青少班非常圆满，大家都有很大的丰收。最后祝各位身心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恭喜！感谢胡先生慈悲，钱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感谢胡。